英语客家。你係條路我去哪啊？帶人去看一個動態嘅石頭哦，像義工樣嘅石頭哦。太失條哎呀，哦！上來像義工哦，你看，像不像一個耳朵？哎呦，哎，來看來看，有意思吧？哎，這好像一個大耳朵哎。對呀，聽說這個是一條龍，就是這邊的地理那個是一條龍。龍。對，然後這個耳朵是龍的耳朵。這是龍的耳朵啊？對呀，所以每年過年的時候哈，村子裡頭的生意呢都要起到要向一種香，那隔年就會非常的平安健康的長大。所以這個是龍的耳朵，那等於是這個就是龍脈咯。沒錯，龍脈這樣走上去就可以看到薩管營咯。走。哦，這在上面嗎？對呀。好，走，我們去看。哎，就是這個嘛，薩管營多嘞。對呀，好不容易哈。哎，哇，沒有想到哦，你看。在我們這個深山，然後空氣這麼好，人煙這麼稀少的地方，也有一個這麼棒的廟會在這裡耶。哦，所以沒有事上這邊燒香啊，拜一下，哎，這心情都會很好。對呀。你們村裡的人都是常常會來這裡嗎？對呀，年初一啦，那全家都會來這邊拜拜啊。還有照相啊。還有照相啊。哎，我聽說你們好像村裡看到這個薩管營嘛，有一個那個順口溜，是不是？對呀，小時候哈那個。出家人呐，他們就會走路下山去添一些貨啊。我們生意呢，看到出家人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講：哦，你南頭佛，講橄欖佛，西西山山百里佛，不懂嗎？聽不懂。哦，你南頭佛就是阿彌陀佛嘛，然後講橄欖佛就是尖尖的橄欖核。哦，橄欖核。西西山山百里佛就是你那個芭樂的籽不是都散的嗎？對對對。我們意思就是講說和尚的頭啊，像橄欖一樣尖尖光光的。對，可是和尚的心呢，就像那個芭樂籽一樣。非常的散漫，所以對他們是不敬的啊。那怎麼辦？如果看到出家人念這個順口溜，我應該上去燒個香哦。對，不然你會被橄欖核打頭。你經過橄欖樹底下，橄欖就會掉下來打你的頭。對啊，學講客家話，當一聲順口溜。哎，這樣我們本你媽也唔低哦。哎，走吧，我們去拜拜。好。薩管營，義工，過年，阿彌南頭佛，漸漸橄欖佛，西西山山百里佛。